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看今日嘅日頭下日公公。機場車對廣東人來講係嚟動力片嘅交通工具哦。無窮嘅國家呢都有無窮嘅特色咯。比如講英國嘅機場車就東達線哦，嘅連衣都做得強鬆熱氣。還有呢，日本嘅機場車行喺熱天嘅時節就會提供大量嘅麵包哦。唔過台灣嘅機場車西風味是有特別嘅服務哦。到底有幾特別咯？叫嚟去探看啦。就對了。呢條歌香港賣新茶嘅嗬，有乜啲咯？我唐日本洋佬嚟講嘅啊。嗱，我買台嗬下杯嘅茶啦。下杯係乜嘅茶啊？三唔啲。佢就會行嘅時節嗬，佢下巴會適宜。下巴是天時嘅天啦。人講嘅油天混合茶啦，下杯啦，冇錯過啊。唐呢度係高科技嘅產品呢。高科技啦，有錯過嘛？冇錯過。咁冇錯過。嚟，呢條歌啊，再唔來啊，講嘢。你真係很真愛哦。很啊。不過今日做唔得，我有事情。按樣啦，禮拜日我拄好一出國，就尋無人好真愛啊。按拄好有人攞嚟聽數據就最好嘅啊。咱係準時架查司機哦。你想啊，禮拜日早晨8點就對奧卡開始出發，一路按就昂到桃園機場啊。講到咁輕鬆，你係會離桃園機場幾百公里咧？我冇去做，唔知架喺度幾多茶去啊？乜嘅呀？係幾樣茶哦？我係真唔敢坐咧，嚇死你咯！樣，個機場茶又沒連茶，做乜唔敢坐？我知咧，你講遇到司機哦，四條夾係冇，根本冇事要講嗰樣人啊？冇事要講嗰樣，佢唔是讀過電影講嘅。電影講，有嘛電影講誒？講少按老人講啦，我是讀過吼，我險做唔來呢，佢比做到好些嘅祈禱呀，算係幸運的哦。咁嚴重哦，佢多得很有乜嘢咯？就上禮拜啊，我去我爺屋下了啦，半夜12點啊，就接到我哋好同學嘅電話，講佢多我個轉來，但係當到又正又好看名牌皮包呢，喺埋我夾去搞下看啦。講住跳到愛有勁啦，講到皮包就跳到愛有勁。當然啦。我真唔記得佢嘅，你客家莊有名嘅包王啦。喲，看到皮包嘅嗬，錢包就入嘅。所以都面床當，見上見唔衝呢。萬一幫其他同學先攞好貨搶，佢用嘅啥啦？做唔得，我偷嘢趕轉台北。就唔看啦。講到皮包上光班一件唔會講啦。唔過按爺那邊很差呀。天無千人之路啊，遠啊，我就看到一台小房駛過來，我夾就嗨，警察！車停得好，車門一打開，司機先生就講話咧，小姐，我去哪啊？我去台北。台北咯，5錢。5錢？我人貴啊，搶人哦。5錢就5錢啦，反正我喺個做得吼，搶到幾條好貨啊！我做得上幾下萬呢，茶一下行，我知道唔錯啊。又唔錯？一茶檔要全部裝喺咗一個霓虹燈啊，天棚檔還有個水晶球，等你後幫人掛兩幾個麥鼓，要多帶去卡拉 OK 啊，機場茶啊。你唔是出空氣冇啦？佢就表示了司機泰國佢好唱歌誒，佢想啲工作中做得唱歌嘅舞咯，調劑一下。係啦，我雖然知道吼冇馬錯，不過已經上茶嘅啊，我就隔天吼先看一下情況樣，咁講啦。茶是冇結叫哦，司機泰國就講翻嚟哦。小姐，我去哪啊？你還冇我去哪啦？我家下沒人講過係去台北啦。再冇一擺會死哦！喺睇唔錯啦，唔知道嗰樣我樣幹啥啦？好，你司機泰國啊，因為我哈，我講哦，聽說上到車船了，咩，上到車茶了。小姐有趕時間冇？冇趕時間，天天的事哈，安全第一。
无管时间哦，嘿给你就行圣托啦哈。啊，没行聖土，你要行高速公路。聖托咩要到台北啦？哎呦，聖土要到台北，你假講咧？到台北行聖土，多個就成功了。咩唔趕時間啊？趕唔趕時間咬事情啦？人家生意做馬樣去啦？我都個心泡泡呀，我吃到也司機怪怪誒。哎呦，反正啊，你查到很有名捱金嘛，緊咯。係啦，司機太哥，嗌吼客官哦行高速公路啦，麻煩你吼。哦，行高速公路哦，做工咩？做嘛？太激動了，係啊！哎呦，冇看到，cái高速公路嘅交流道都鴉片啊！看到未啊？原來一個360度嘅大轉彎啊，上喺高速公路，我一看，唔安心呢？你到台北了2點鐘啊，我保證唔到。唔該啊，我一看個指標啊，台中50公里。台中50公里，嗰係海南呢？司機太哥，唔錯。那唔錯，你喺海南啊？我知啊，你喺上北喺台北啦？海南共樣做得到台北啦。哎呦，海南做唔得到台北啦，點都行嘅啦。哎呦，人講啊，條太路通羅馬，台灣啊喺啲海島，第一天照樣到台北。煩到啊！哎呀，拜託啊！煩到台北啊，聽講我就到唔得去哦。唔會啦，我試下個條嗬，應該副嘅測試當主條啦。唔錯，一糊塗司機啊！我講夾險記哦，交流道夾下去。係啦，司機太哥，前面嗬個交流道哦，下去上北啦嗬，個司機太哥啊，一滑頭，用懷疑嘅眼神看定我，確定愛上北。確定。點樣嘅啦？個司機太哥啊，急當八股。司機太哥，你是獎金冇騙到嘿？唔會啦，我有練過。上擺嗬，我嘅變速上快啲嗬，我是一路八股到台南到羅福里。有練過還是冇練過啊？高速公路做唔得八股啦。嚇，不准八股啊！當然不准啦。點樣啦？原來一個180度嘅甩尾。呀，好些咧，方向啊，錯嘅。衝埋嘅係多產行嘅啦。啊，多產行啊！高速公路做唔得多產行啦。哎呀，負唔真嘅啦！你看到一台大拖拉機嗬，到對面又燒下過來呢。危險啦！好得啦，個司機啊，當殺數哦，一下就上過個路肩啊，燒上嘅過去冇事情嘅。我驚死啦！唔是驚啦，有看到冇？我要先哦，三太子在此，保證平安冇事情。查到有生命哦！好，我老公講，佢當風玻璃頭前幾排嘅啦，大概濟公、關公、北公、觀音廟、媽祖婆、五路財神，哈，那拜那先去夾頭。感覺出來去拜牙了。哎呀，當冇簡單啊，重新啊，嗬，上係上北嘅個高速公路哦。個司機太哥才見白災呢。白災？哎呦，唔會啦！其實我水冇忝了。小姐，咱來唱歌好冇？哎呀，唔會，本合到冇潛聲嘅啦。唔愛唱啊！我說，你等下水睇嗬。記得係咪聲啊？唱，愛唱。聽我爸冇哈，我初一生日嘅機場上唔是讀歌啊，坐機場上係個唱歌嚟娛樂司機嘅啦。老公講最不平嘅啊，見點歌嘅呢？嚇，點乜歌啊？希望嗬，咱來唱一條嘅《細妹安將》好冇？呢條歌一輕鬆哦。你自己唱啊？冇用吉實啦，咪係咁講啊，寶貴嘅生命落到騙人嘅書行啊，我就知道唱嘅啊。細妹安將，親像一枝花，拍拍嘅牙齒，瘋嘅嘴唇，木珠啊未講話，風花就愛入來揸，細妹安將愛馬莎，愛上到斯文又後生，愛唔愛叉。安子說。好啦，所以唱默默嘅啦。小阿姐，
中国的有糖哦。嗯是手鸭么？我呀对很纯的翻掉的呢。这饭店千万莫说咯，莫听饭店里面都有标药的呢。係啦，我冇事啦，按住先，按住先。冇事咯。哦，給我即刻事咯哈。佢有司機哦，見食材啊，見食飯的哦，要嚇死人哦。哎呀，有乜計呢？我上擺哦，載日他去高雄哦，見見700蚊來事咯。跟老嘅見器材哦，見化妝嘅細妹哦，有病呀。喲，人家認識我老妹哦。你有冇個家庭啊？小阿姊，我看你用啥有言哦，我買用好東西本，好冇？好東西，乜個好東西？靈骨塔。哎呀，司機太講乜嚇死人，嚇死乜個靈骨塔啊？我係封嘅三太子嘅旨意買東西本呢？你講唔買吼，三太子就會罰錢哦。三太子罰錢，我要買嘢。三太子可以罰錢哦，佢就會戲機啊！買冇？按住富神了。買冇？按住對，司機人跳動啊，個查咩事啊？放心啦，三太子有駕照。啊？唔但請技術當好哦，結果收費站哦，還會行個 ETG 嘅查拖呢。你阿台查係要判處測跟訴訟個？冇。佢咁啱講哦，佢交通警察唔叫。叫啊！下來啊，你就看到啊，高速公路嘅警察咧，然後天天嘅調查署三太子，都喺高速公路當背啊，展開一場哦，緊張出擊嘅天梯大戰。哎呦，你還鬧朋友？係啊，這都嘅緊張出擊嘅事件啊，蹦叫啊！三太子用神秘政府修改交通警察。唔係啦，啲警察嚟哦，留下個查理嚟打幫佢咧，三太子兩下班咧就俾人傾到嘅啦。結局，係你嘅交通警察比神明還用。係啊，唔講，呀交通警察到三太子睇到法，我係對調嘿。哎呀，我可唔記得那啲查檔呵。哦，嚇到我是做落去阿茶幫嚟嘅啊，數樣數幾禮拜嘅呢。師婆嚇鬧咧，唔講我係咁做幾樣查冇啦。唔敢明啊！古順呢條歌，一禮拜我真係去機場冇啦嚇。哎呦，捱乜嘅機啦！你睇下幾拜日三太子，留個公路警察睇到法，男人係天數哦，用三太子要欠哦，欠要去機度要來了，真係呢。哎呦，我真唔叫三太子欠啦。你做乜唔講啊？你客家人你咪也講咧，講三太子乜嘅事情啊？日頭下熱講講。今本日熱講句，我老太家講喺度古言就係啊。唔生就唔生，一生打爛硬。唔生就唔生，一生打爛硬。冇搶打出殺嘅，要出生。好，再講落一排，強下來哦。唔生就唔生，一生打爛硬。又唔出聲啦。唔該記啦。講好愛強我講，其實唔出聲，悶記，咩唔咩嘅？喂，你阿叫啊？唔好急啦，家人，冇聽錯記哦，唔生就唔生，一生打爛硬。咩意思呢？就係啊，不鳴則已，一鳴驚人。一鳴驚人，可以啊用誒。哦，確實驚人。算啦，唔好插佢啊。俺來講呀，打爛硬。好啊，既然講，乜嘅係打爛硬？打爛硬。打爛用法語講吼，就係打碎。硬較難解釋。簡單來講，就係用來裝水嘅一種，用來講下就關唔講法咧。哇，真件係唔生就唔生，一生打爛硬呢。既然啲哦，唔來講好咧。再給凍掉佢呀！你那表情咩意思啊？唔好愛用啦，家呢？人講啊，一樣語學百樣語，
有的人就爱让啊，平常时啊无乜个表现哦。不过啊，伊有机会比店家嘅才情啊，哇，佢表现出来要吓死人呢。古所长会讲啊，唔上就唔上，一上打烂昂。不过有的人就冇供样了，伫台湾屁事些事情啊，哇，就冧冧滚，满耐劲短呢，还看唔起人，也就按到啊，满瓶水摇不响，半瓶水响咣当。唔讲话啊？啊？喂，你讲超高呢？冇啊冇，我冇講任何人咯，我係講嘅咧正常嘅現象啦嗬，唔好對號入錯好冇？我講少少啊，唔乜嘅時節唔好講話，偏偏都不應該講老實話，時節講老實話呢嚇。哦，我啲，你用啥掉下一期我嗌嘛？冇誤會哦，人家都想根本廿幾老姑娘嘅想象嘅畫面嘅相通嘅啊。哦，買畫面哦你。看一個五個人，去到嘅擺姿勢擺當叫哦，大家等到當飯，佢好點點嘅一聲，然後作當嘅鼻嘅咣當打爛鐵咧，連個玻璃窗門都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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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哐當，就像天一樣誒，唔上就唔上，一上打爛硬。好地也冇玻璃邊，咩冇五個人，要萬二嗌，我記得哦，倆是係唔上就唔上，一上打爛昂。冇上就冇上，一上打爛昂。也佢話嘅意思呢，就係講平常時啊冇乜嘅表現嘅，一出書就驚人嘅好表現咯。唔過呢，也唔係天堂跌下來嘅登陸，係平常時天天呢從實自家，安尼當做得唔上就唔上，一上打爛昂。唔過呢，也佢話啲啱不卡，唔係按人用嘅喲。我係講咯。因為啊，大擺到嚟禮拜日晏晡頭6點半，幾個客人都會坐堂下，唔上就唔上，佢冇見看到客家電視台，因為啊節目太精彩又神奇，阿妹唔記得書封都有點盤呢，爸爸唔記得書封拿點玩，老太唔記得書封拿隻 iPad 啲搞遊戲啊，結果一碰書，咔！阿妹，哎呦！這東西啊，早前跌到天來了呀！呀，真係係唔上就唔上，笑一聲打爛昂。節目進行到了，觀眾朋友，記得哦，書封嘅碗筷筆嘅先不用下來，因為啊，節目太精彩了，接落去睇看啊！有一個茶兒，好食難做冇志氣，講起要見難事，冇人做得比，連食盤雞都嫌晦氣，三餐對家不用吃。該打咗行倉咪唔使面，兩張木柱全木屎，多暗機咪唔使先疲勞疲倦，為求事業先辛苦。繼續幾年，秋風八部你唔敢皮，你那係統計窮下去，含先都係膝蓋馬皮哦。兩張人吼，時下都冇安難啊，還有人講佢係難事夾不知啊。雞堂講
就个叫门山当有见庙，先来一个师傅识才气，为捉鬼，为强心，鬼天转提莫门提，春秋一杀，就得变出两条米，不信唔通，即使做得走千里，恰意想，哎呀！我係講本我學會了就而我貴正人都唔是安慰佢，上到了，佢決心上山學修義，講了營業，車兒草橋上到叫門山，看到一座大廟宇，下橋兄弟都看相似，嚯，就個廟東昂，錯有一個師傅木絲絲，佢係拍頭拍絲拍木咪喊足有些心不寡意。車兒來到師傅嘅面頭前，切頭實實開落地。求尊先生多慈悲，請你收我車兒做徒弟。師傅講：哦，我看你心善有心意，天才要收你做徒弟。不過那係愛通愛學修義，你愛遵守兩條路規矩，第一條。愛學修義冇按改，開水泡超聲做起第二條。實在人活愛詞窮，做人老實莫發氣，做得多教你一定好修義，係講做唔到，隨時讓你激轉去。一家你愛學好修義，實實開上來就是千難萬難，愛唔驚，有頭有尾唔放棄，係講愛有三心變兩意，今年本女公考試白千皮。第二日，家師傅恨意打咗行倉身所提，托財四財變蛇米，做到三江冇辦法，恨為愛龍有權技。跟老姑人人講啊，愛龍權技啊，窗面攞喊你都莫去啊。楊班講咯，愛龍權技係情感苦嘅上社啊，做唔得錢財答應啊。你想啊，你一車兒嗬，難死個不知幾個楊班咯，我3年從你3年堂啦。就安樣，車兒去做冇兩個日，該送手送腳撒尿屁機心肝想，我來了未有兩個日，咪冇看到師傅點修義，個雞毛菜條我落去做阿東，拍做硬工，我肯做得學會乜嘅東西，冇做咧，唔當下就嚟蘿蔔雪酒，好舒適喲。上到了，以愛親師傅來講起，每學修義愛轉去，乃為啲了暗家師傅強人客，暗冇叮咚強義，幾時都該白對起。唐到人客講：哎呀，師傅技術天下第，係唔係做得變張熱講得就滿意啊？家師傅笑笑講可以，講阿鐵。佢拿出人人一張紙，讓你達到出門去先去，撲上額，嚯！耶論命一腳不通，人客看到前半起家師傅講：哎呀，了牆內一講冇見起，我牆內上我後生詞，講人為佢必小白腳小一指，嚯！做緊一講賭。就出來上我唱歌有條舞，唔少氣氛做太戲，請你看到木主太太笑嘻嘻，就唱天使出鬼咪。哎呦，你阿婆我係冇學到嗬，我就木主當5年時，有個幾日，佢唱到師傅來講起。師傅台上，你只有理，將師傅教到修義本愛學為何轉去？家師傅講：哦，你想學哪行？總意講師傅做得教本你。我看你將來日講親身詞，喊個個上岸還是體重意。哦，你想愛學了真簡單。先啟動大樓練天氣，就從了草台廟宇氣候，上我自然為情意。你阿妹冇按簡單啊，我冇吹條戲呀機。哦，跟你到底想學乜嘅東西？我看你隔定邊未做得穿過去，學會了行就滿意。哦，咁咪清過呀，了下就教你講人會。基礎車兒到白背，教口結，
念就语该就语学有10个字。家师傅讲，徒弟啊，看到冇？除了别，你目珠十穿过去，加你经验口诀并就语，你喊到别下，姜从死啥唔敢喊咧。家师傅讲，徒弟啊，你从你台风信息喊过去，加你几时目珠十天天洗，喊有10个步，目珠不可以看。正经穿别实在去，请你从细到今唔是安排伊。家师傅讲，王徒弟啊，你学会了步，爱为老二来恭喜。不过心术唔正，为唔练，别着脱离你外地。张师傅放心冇问题，请你包袱款款求下山，日日错桥转冇去。对家姑娘讲，姑娘，你老公爱好，我学少好少你，爱家下。偷拿东西冇人的，家不用骂佢，你偷拿有问题。你系讲唔信，我对了壁穿过去到隔壁，拿到东西本对了穿壁转来交俾你。家不用笑讲唔信，家隔定边有乜做得穿过去？那对我来讲应该是啦，讲牙剔，经验去口诀并就你上人壁。目珠十太铺开脚照过去，手烫到断一声，入头冲到壁，互相变流皮，请你痛到挨滚，温到体内白唔起，隔壁连下照来看把刀系攻破胸打为虫子，家不人讲哦，你都唔是少，唔是讲，佢喊为趁唔为时，佢起身等学少你，2个月后被从壁头流皮，一就系先说唔讲学少你，结果从壁冇好事。哇，春蚕哥真係硬有胸哎！那等下7對8，就做個老故事講到啱精彩又神奇哦。像家下講到嘅槍呢，哦，真係做仗事冇辦法，上空上去冇安好心啊。結果生不出太小口嘞。故說啊，做人做事就像要識夾雜強用，出題一目爭一目，腳踏實地，唔了講錯冇啊！觀眾朋友，來到嘅節目就會結束嘞，我記得哦，下個禮拜同樣嘅時間收看我哋嘅日頭下熱講講。